也搁有人在煮食。原住农业时代，也留着文化。台湾的夜市啊，是世界上出名。50以前出来无电视，来夜车看人卜卜地。拳头使袂用，搁咸捌水起。后尾下现哪讲三国演义，卡拉 OK 十搁唱一条。我不算啊，无人会甲你叫。拍子我6摆当选一包，可比录影大100块有十。抢个面袋，经济起买工厂清火底牌，打车买线工了，烧酒来啉一杯。面打海到豆干乌白切，无牌爱走互警察用保护费，兄弟准时来讨，囡仔斗过大乖写功课。这就是趁食人的生存之道。探头啊，开市，行脚甲庙埕，有青的有红的，也搁有人在煮食。原住农业时代，也留着文化。台湾的夜市啊，是世界上出名。暗暝做生，你早去报名，旧年冬天日头是见无几面，预算无几箍银。豆豆啊，轻巧囡仔大汉都爱较认真。关公去拢钱嘛，西也是上事业，买衫买鞋啊，食粗饱，啥物叫在地文化？在遮看阿桑的 rap， 加拿要甲人歌做歌演义，无甲清气，是个设计，看起来是介高级。落去玻璃内底无人气，百年以看不甲倒去，这因为都不是保险公司，要写装潢嘛，无需要你去，就算排队排甲要去对面。客来客去嘛是一款趣味。起来去西雅市，咱做伙来起来去西雅市，咱做伙来起来去西雅市，家人庙口钱天不啦，咱做伙来起来去西雅市。宜兰上青是葱仔饼，咱做伙来起来去西雅市，大米法官地呼声，咱做伙来起来去西雅市，看世界有人在抬蛇，咱做伙来起来去西雅市，咱做伙来起来去西雅市。咱做伙来起来去西雅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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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做伙来起来去西雅市。